機構呢個香港律師慈善會嘅機構嘅主席。多謝你玩下。知道。OK， 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同阿 Carl Sir 兩個咧，就一人咧係對敵嚟㗎啦嚇，一人打一邊㗎啦。咁啊，佢埋咗咩？對住。咁啊，Carl Sir 戴紅色，我戴藍色。OK 嗱，記住，即係自己攞玩啊，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唔好計較輸贏，最緊要打落去盡情。OK， 享受就得㗎啦。咁啊，藍色呢邊，紅色。唔係紅色。你啱啊嗰個位，你冇。個轉變，快又有，慢又有，入波又有 ，OK， 救波又有，呢樣嘢咧，令到咧，其實你哋而家睇到咧，南迷個水準咧係開始咧越嚟越上升 ，OK， 因為靠你哋，OK， 所以咧，喂，真係嘅，感謝晒咁多位，你哋大家，你哋嘅努力之後，係你哋得翻嚟嘅 ，OK。65週年啦，林迷時間你可以話長，可以話短，但我相信係更加會長嘅一路都你睇呢度啊，更加都好長嘅。咁啊，首先一隊團隊啦，有賴大家嘅支持啦，所有嘅係嘛出席率啦合作性一樣都要啦最緊要交場租啊！咁啊，首先。